马来西亚昨有一架私人飞机无张甜落落来，启动着一台奥多麦甲汽车，造成机顶8个人落地2个，拢总10个人死亡。根据当地媒体报道，飞临机顶的死者大部分拢是政治人物。在沙哈兰一条主要公路对峙现场，车路甲草埔有一盏高高的火虎，有的所在还在庆烟。 Di mana dalam proses untuk landing, 2 minit lagi untuk landing telah hilang kawalan daripada tower dan terlepas di jalan raya dan di jalan atas jalan raya dia telah langgar satu motosikal dan satu kereta. 在现场人讲，飞机落来时阵爆炸导火，部分的碎片飞出去，拍到一台机车。另外一个在机场工作，已经是马来西亚空军的人讲，看到飞机的飞行无够正常。根据大马媒体报道，日本媒体流传事故者名单显示有真侪政治人物，各正是行政议员，做哈利哈伦不幸罹难。现场遭碎遗体检视个确认身份。民航局长马哈马德表示，这架飞机为度假小岛兰卡威出发，为飞去。 虽然澳洲当地的艾米纳镇附近，在特别高飞的飞行过程当中，无发出任何求救信号，请求降落也得到稳准。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。